大家好，我係二 C 班二陳信。今日我想同大家介紹一本書，就係朱自清所寫嘅《背影》。等我先介紹下呢本書嘅內容簡介。《背影》主要係用咗兩件事嚟表現出父親對兒子嘅情感。雖然父親已經委託咗熟悉嘅茶房送兒子去車站，但係父親仍然係唔放心，所以選擇自己送兒子去火車站。到咗火車站，又細心咁樣用紙毛大衣幫作者鋪好咗座位。呢件事反映出父親對作者無微不至嘅關懷。除此之外，雖然父親已經年紀老邁，而且身體肥胖，但係佢依然自己翻過鐵路幫作者買骨子，可能係唔想等到作者翻過鐵路令佢覺得辛苦或者麻煩。呢兩件事表現咗父親對兒子嘅愛同埋關懷。而呢本書令我最印象深刻嘅內容就係父親幫作者買骨子嘅故事，體現出父親對兒子沉默卻沉重嘅父愛。作者喺文中說到，父親蹣跚地走到鐵道邊，慢慢探身下去，尚不大難。可是他穿過鐵道，要爬上那邊月台，就不容易了。他用兩手攀着上面，兩腳再向上縮，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傾，顯出努力的樣子。呢段話令我深深體會到父親對兒子嘅關愛。即使父親而家上咗年紀，而且身體仲比較肥胖，但係佢都係依然堅持自己去同作者買骨子。即使作者已經同父親2年冇見面，但係父親對作者嘅兒子嘅關愛都係十分深厚。讀完呢本書之後，我明白咗兩個道理。第一，就係原來父親對兒子嘅愛係無需靠言語嚟表達，好似喺書中，父親對兒子嘅對話少之極少，但係父親對兒子嘅愛卻沒有減少，喺每一個行動同埋故事裏面都體驗得淋漓盡致。另外，作者當時自以為聰明，覺得父親囉嗦不耐煩嘅態度，亦都令我哋反思咗，我哋唔應該忽略身邊最真摯關懷嘅人，總係要等到離別嘅時候，好似書中咁樣，可能係見到父親嘅最尾一面，等到分別後，至感到深深嘅愧疚同埋懷念。我喺書中覺得有一句係特別有意義嘅，就係撲撲衣上嘅泥土，心裏很輕鬆似的。過一會說，我走了，到那邊來信。呢一句看似輕描淡寫嘅一句，可能父親原本係好攰嘅，但係又唔想令兒子見到自己疲倦嘅一面，令兒子擔心。可見父親對兒子嘅愛係無處不在嘅。我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，希望你哋閱讀完之後都可以獲益良多。多謝。